道馆真出名的大活动印度日月潭，去年因为疫情来停办，今年要恢复举办咯。时间定伫9月初4，啊，讲7月初1开放报名。这个附近的民宿9月初3的房间已经封订6成，甚至有民宿已经客满。 正声一坛游泳的人随跳落水，逐年拢有几万人参加收过日月潭的活动。去年因为疫情停办，今年县政府甲承办的保利早宴会决定伫9月初4举行，7月初1开放报名。非常期待，要加油，赶快恢复。我觉得只要配套措施做得好，应该还可以防范得住。疫情的减缓是可以慢慢开放。 民众讲真期待，民宿业者可较欢喜，因为只有商机，订房率虽称悬。 目前的话，询问的人也蛮多的。好，那订房也有部分的已经有事先订了。9月泳渡的时候，订房状况怎么样？客满了啊，已经客满，都满房了。对。有民宿伫9月初3的订房率已经有6成，有民宿9月份已经客满啊。我们认为还是要举办，对于我们一般民众尤其爱好游泳的民众有一个施展身心的机会。 另一方面就是经济问题。县政府表示讲，今年无要接受国外游泳客，这个活动会加强做好防疫措施。不过，都要看疫情安怎演变。疫情若搁较严重的话，敢要办可能还阁有变数。估计伫7月底就会做最后的确定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